我哋成日講人過一世求嘅係咩？好多人話求個平安，求個順利，話係咁講。但係我哋睇下好多人嘅人生，行嘅係跌跌碰碰，處處都係窿，處處都係險。點解會咁？係運氣唔好咩？我睇唔係，好多時係我哋自己睇唔明，睇唔清楚，自己跳落個窿入邊。所以我哋中華文化嘅老祖宗好有智慧，佢哋唔同我哋講太多複雜嘅大道理，佢哋只係好簡單咁話俾我哋知，有兩個地方你最好少去，可以唔去就唔去。因為嗰兩個地方表面上睇落，一個係充滿咗機會，一個係顯得你好有本事，但係骨子裏都係引你走向災禍嘅陷阱。邊兩個地方？一個叫做狗立之地，另一個叫做係非之處。我哋而家講第一個，咩叫做狗立之地啊？呢四個字我哋要拆開嚟睇。狗就係時間好長嘅利，就係利益好處；地就係嗰個地方嗰個領域，合埋就係嗰個地方嘅好處，已經存在好耐，而且好多人都知道咗。你睇一件事有利可圖，嗰本來係好事，但係衰就衰喺個狗字。一個地方有利可圖，而且時間耐咗，嗰代表咩？代表知道嘅人一定好多，大家都唔係傻嘅。邊度有錢揾，大家就往邊度走，呢個係人性。所以你就要知道，當你睇到一個地方，人哋已經喺嗰度揾到盆滿缽滿，名聲都傳出嚟咗，你先想跟住入去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90%你係去做最後嗰隻老鼠。你諗下，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，一片荒地，第一個去開墾嘅人，佢好辛苦，要除草，要翻土，要引水，但係成片地都係佢嘅，佢只要肯做，收穫好大。慢慢呢，佢成功咗，起咗屋，有咗名聲，村入邊嘅人睇到咗話，張三喺嗰度發財咗，於是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10個人，大家都行過去咗。請問後面去嘅人仲有咁多地可以開墾咩？冇咗，最好嗰幾塊地早就俾人霸咗，你只可以去嗰啲更偏僻嘅石頭、更多嘅水源、更遠嘅角落去發展。你付出嘅辛苦係人哋嘅好幾倍。但你嘅收穫可能連人哋嘅1/10都冇，呢個仲算係好嘅情況。更慘嘅係咩？係嗰個地方根本已經冇地咗，但係嗰個發財嘅名聲仲喺出面流傳。於是好多人就將自己屋企最後一啲米全部攞出嚟借咗錢，走去嗰個地方，結果到咗先發現連個企嘅地方都冇，到處都係人，大家都喺嗰度互相廝殺、互相競爭。前面嘅人，佢哋已經起好咗堅固嘅城牆，挖好咗好深嘅護城河。佢哋有資本、有經驗、有人物。你一個新手，咩都冇，袋入邊就嗰幾兩銀，你攞咩去同人哋鬥？你以為你係去淘金，其實你係去俾嗰啲已經淘到金嘅人送錢使。最後嘅結果就係原文講嘅，偷雞唔成蝕把米。本來想去捉隻雞返嚟加餸，結果連自己帶去做有利嘅米都俾人食晒。呢個仲未夠慘，更慘嘅係賠咗夫人又折兵，將自己嘅老本、將屋企人嘅期望全部都賠晒。你話呢個抵唔抵？所以我哋從易經嘅道理嚟睇，呢個就叫做時機唔啱。任何事都有佢嘅時機。當一個機會啱啱出現嘅時候，嗰個叫做潛龍勿用之後嘅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呢個時候有眼光、有實力嘅人入去係有機會嘅。但係當呢個機會已經發展到所有人都知道，大家都衝入去嘅時候，嗰就到咗亢龍有悔嘅階段，飛得太高咗，高到冇退路咗，接落嚟就係要向下跌咗。你呢個時候先入場，咪即係等住同佢一齊跌落嚟。好多人會唔服氣，話難道人哋可以搵錢，我就唔可以咩？呢個問題問得好好，你梗係可以，但係你要取之有道。呢個道係咩？唔係話跟住人哋嘅路行就叫做道，真正嘅道係你要先評估你自己。第一，你有冇個本錢？人哋根基已經好深咗，你係咪有足夠嘅資源去同佢抗衡？第二，你有冇個經驗？人哋可能已經喺呢個行業摸爬滾打咗10年，所有嘅窿都踩過咗，所有嘅關係都打通咗。你一個新人入去，兩眼一抹黑，人哋用經驗就可以玩死你。
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你能唔能夠承受個風險？狗立之地利潤睇落好高，但係風險都一定係最高，因為競爭太激烈咗。你只係睇到人哋食肉，你冇睇到人哋捱打；你只係睇到賊食肉，冇睇到賊俾人捉到之後個淒慘樣。你將成家人嘅幸福都賭上去，萬一失敗咗，你點算？你有冇諗過退路？所以老祖宗勸我哋，對於狗立之地要抱住一個敬而遠之嘅態度，唔係話完全唔可以碰，而係你個腦要好清醒，你要去諗呢入邊係咪仲有我唔知嘅新嘅機會？我能唔能夠揾到一個冇人留意到嘅縫隙？好似話淘金熱嘅時候，大家都去淘金，但真正揾大錢嘅係嗰個喺隔籬賣橙、賣牛仔褲、賣水嘅人，呢個就叫做智慧。佢唔去同人哋爭個最熱門嘅利，而係去服務嗰啲爭利嘅人，呢個反而開創咗自己嘅一片天。所以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呢個道就係一份冷靜嘅觀察，一份清醒嘅自我認知，仲有一份經得起誘惑嘅定力。睇到大家都喺度排隊搶購嘅嘢，你唔好跟住去排隊，你要先企遠啲睇下，諗下呢個隊係點嚟，排喺前面嘅人係咩樣，排到最後係咪真係可以攞到好嘢？當你將呢啲都諗清楚咗，你先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合理嘅判斷，先唔會因為一時嘅貪念而令自己陷入萬劫不復嘅境地。呢個就係趨吉避凶嘅第一步。講完咗狗立之地，我哋嚟睇第二個更可怕嘅地方，叫做是非之處。如果話狗立之地係傷害你嘅錢財，令你物質上一敗塗地，嗰是非之處就係傷害你嘅精神，令你嘅心靈焦頭爛額。呢兩者比起嚟，我老實講，後者對一個人嘅傷害更大更深遠。點解？因為錢賠晒，只要人仲喺度，精神仲喺度，你總有機會東山再起，留得青山在，唔怕冇柴燒。但係如果一個人日日陷喺嗰啲係是非非、恩恩怨怨入邊，佢嘅精神會先垮，精神一垮，人就廢咗。就算有天大嘅機會擺喺你面前，你都睇唔見，更捉唔住。咩係是非之處啦？就係嗰啲人多嘴雜，大家都喺嗰度議論人，評判事嘅地方可能係一個辦公室嘅茶水間，可能係一個社區嘅活動中心，亦都可能而家網絡上嘅一個社群、一個論壇。喺呢啲地方，你會發現能量場好混亂，大家唔係喺度討論點將事情做好，而係喺度討論邊個啱、邊個錯、邊個好、邊個衰、邊個同邊個有咩關係、邊個又話咗邊個嘅壞話。咁點解有人咁鍾意去呢種地方啊？你諗下，通常有幾種人啊？第一種係自己冇咩本事，生活好空虛，只好靠住談論人哋嘅八卦嚟獲得一啲啲可憐嘅存在感。第二種係妒忌心好強，睇唔得人哋好，所以鍾意喺背後話三道四，潑污水拉人哋落馬。第三種亦都係最需要我哋警惕嘅，就係嗰種自以為是、鍾意強出頭嘅人。曾國藩先生講得最好，係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呢句說話真係千古名言。你睇一個是非嘅漩渦係點形成？往往就係有人先開咗個頭，講咗句唔應該講嘅話，然後另一個人聽到咗，覺得唔啱，就要出嚟反駁，要主持公道。你一言我一語，本來一件好細嘅事，三兩下就變成咗一個大火球。大家都想證明自己係啱，人哋係錯。問題係天底下嘅事，邊有咁多絕對嘅啱錯？公話公有理，婆話婆有理。你企喺你嘅角度睇，你梗係有理啦。但人哋企喺佢嘅角度睇，佢都有佢嘅道理啦。你越係用力去解釋、去辯白，喺人哋睇嚟，你就係越描越黑，好似喺掩飾緊咩咁。呢個就好似一個人跌咗落流沙入邊，你本能嘅反應係咩？係掙扎，但係你越掙扎，身體喐得越犀利，你陷落去嘅速度就越快。對付流沙最好嘅方法係放鬆，張開四肢，增加接觸面積，然後慢慢一啲一啲向堅實嘅地面移動。對付係非都係一樣嘅道理，你越係激烈嘅反抗，越係想同人辯論清楚，你就越係俾緊呢一個是非漩渦更多嘅能量，令佢轉得更快，將你陷得更深。而且一旦你俾人貼咗一個愛惹是非嘅標籤，咁你嘅人生就麻煩咗。
你嘅老細會覺得你呢個人好難搞，唔穩定，唔敢將重要嘅任務交俾你。你嘅同事會對你敬而遠之，驚同你行得太近，邊日都俾人捲入麻煩入邊。你嘅朋友都會覺得同你相處好緊，成日都要聽你投訴呢啲破事，慢慢你就俾人孤立咗啦。一個人一旦俾人孤立，佢嘅路就越行越窄。你就算有天大嘅才能，有滿肚嘅經綸，你都冇地方可以施展，因為你嘅精力、你嘅時間，全部都消耗喺嗰啲毫無意義嘅口舌之爭入邊咗。你嘅人生就好似一團俾貓玩過嘅毛線，全部纏埋一齊，揾唔到線頭，都解唔開個結。你話呢樣嘅人生苦唔苦？所以老祖宗話俾我哋知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。呢句話有兩層意思，第一層係物理上嘅回避，你知道邊個地方係是非窩，你就唔好去。同事們喺茶水間話長論短，你到咗水就走，唔好喺嗰度停留。親戚們聚埋一齊批評張家長李家短，你揾個藉口就離開，唔好參與入去。網絡上嗰啲成日引戰鬧交嘅社群，你睇都唔好睇，直接劃走，眼唔見心唔靜，但係至少可以少好多煩惱。第二層意思係心理上嘅回避，呢個比物理上嘅回避更重要，因為有時你避唔開，是非會自己揾上門嚟，人哋指名道姓鬧你，你點算？呢個時候就要修煉我哋嘅心。古人話：嚟講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呢句話你要牢牢記住啦。一個人走嚟同你講人哋嘅壞話，你唔好以為佢同你關係好，你要知道佢今日可以喺你面前講人哋嘅壞話，聽日佢就可以喺人哋面前講你嘅壞話。呢種人本身就係一個是非嘅傳播者。你最好嘅應對方式就係聽下就算，左耳入右耳出，唔好發表任何意見。你一笑置之或者話句係咩我唔太清楚，就將呢個話題打住，佢睇你呢度得唔到回應，得唔到佢想要嘅能量，佢自然就覺得無趣，下次都唔會嚟揾你咗。呢個就叫做係非入耳嚟，唔聽自然冇。嗰個冇唔係話是非消失咗，而係佢喺你心入邊冇生根發芽，你冇俾佢澆水，冇俾佢施肥，佢自然就枯萎咗。呢個需要好強嘅定力，需要好高嘅修養，我哋每個人都要學，因為保護好我哋內心嘅清淨，比咩都重要。嗰係我哋人生一切幸福同成功嘅根源。一旦呢個根爛咗，你外在擁有幾多都只係鏡花水月。所以我哋翻過頭嚟睇呢兩句話：久立之地，要知所進退；是非之處，要識得避嫌。呢個其實講嘅就係人生嘅兩大智慧，一個係對利嘅智慧，一個係對名嘅智慧。久立之地，誘惑你嘅係利，大家都想分一杯羹，但你要知道，天下冇白食嘅午餐，嗰個利背後藏住巨大嘅風險同激烈嘅競爭。你嘅智慧在於睇清全局，評估自我，唔俾貪婪蒙蔽雙眼，知道咩時候該進，咩時候該退，咩時候該繞道而行。呢個係一種知止嘅智慧，知道自己嘅極限喺邊度，知道適可而止。係非之處誘惑你嘅係名，咩名就係想證明自己有理想，證明自己能幹，想做嗰個意見領袖，想做嗰個裁判官。你嘅智慧在於睇清人性嘅複雜同言語嘅無力，知道爭論冇贏家，知道沉默係金。你嘅精力應該用喺建設性嘅事上面，而唔係消耗喺破壞性嘅關係入邊。呢個係一種守拙嘅智慧，睇落好似好笨拙，唔善言辭，唔愛爭辯，但實際上係保存自己能量嘅最高明嘅做法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時間好寶貴，我哋要將有限嘅時間同精力投入到真正有價值嘅事上面。乜嘢係有價值嘅事？係令自己成長，令家庭幸福，對社會有一啲細細嘅貢獻，呢啲都係。而去追逐嗰啲虛幻嘅暴利，去陷入嗰啲無聊嘅是非，都係喺浪費我哋嘅生命。我哋真係要聽入去，呢個唔係迷信，都唔係消極，呢個係喺度話俾我哋知，人生想要成功，想要幸福，唔可以只靠住一股腦嘅勇氣往前衝，嗰唔叫勇敢，嗰叫魯莽。
真正嘅成功係建立喺智慧嘅基礎上面，呢個智慧就係懂得識別風險，遠離禍患，懂得咩係我哋該追求，咩又係我哋必須要避開。當你能夠清楚分辨呢兩者嘅時候，你嘅人生之路自然就會越行越寬，越行越穩，越行越平安。呢個先係我哋每個人都應該追求嘅。